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用旧美浓镇公所同分驻所做中心的种种，对200-300年前开张以来，一直都是美浓前老年的所在，也如在地人讲的解放。20年前，美浓人都希望推动文化促进，规划对永安路街美浓分驻所到美浓口口河岸市场之间开一条文化散步道。高雄市政府对去年底启动的一个种种再造工厂，延时推展日本式分驻所，希望长做当年嘅样嘅。另一方面，也同旧镇公所也如美浓故事馆拆开到做市民休闲广场。规个工厂计划在民国104年2月的完成。美浓人对这个计划有欢喜也有受理，欢喜的是分驻所会回到本单的样嘅，而利的是呢，民国98年代。美浓故事馆当时的1000多万元账户，农用的那5年又会拆开的呢。政府是运用哪一个图来评估历史空间爱留也算爱长呢？向下来关心。关数量上海，请伊走顺做到原本还算完整的美浓区分驻所拆退了一半。一栋RC建筑是1960年开起的，马头过后康图后背东洋建筑，一栋清朝末年1902年规划起，一直到1928年，要做民国17年涨起后日本式派出所正面，才做得完整看到。因为一栋唔系历史建筑，一栋也无伊个保存的价值，故所以呢，俺哋10月30通工以后，俺就开始包拆，包拆有一天的尝试，俺哋今日尝试行下来以后，怪树轮一批拆，怪树轮一拆伊头前可以拆，但是因为伊后背后背壁同个山墙，历史建筑的山墙硬嘛过黑，故所以后背还係手工拆。文化部竟然将日本书的美浓分驻所干沙列作历史建筑，公园一间落户嘅14年，先打一条拆除线，确定唔会伤到日本式建筑，各当原贴来保护。做到20年前，美浓主导讨论让用文化来促进。高雄市政府去年米是1亿8千万元，用种种老永安路做中心点，重新打造美浓种种区咯，渐渐的实现美浓人的文化想象。县市合并县市合并也爱公家机关多的一些空间，使得讲派出所可以使走，派出所伊无伫个判公，俺哋人也爱机会讲，开始去实践，开始去实行，弄摆俺人按多人讨论的结果就讲要恢复呀上庄的、中庄的、下庄的，规个变一个历史散步道的一种想法。永安老聚落它其实具体而为，从就是说以人的拟人化的形象去塑造伙房空间，到更大尺度是一个整体聚落空间的时候，从东门楼的大起文明到静治亭的静治习子，它其实象征是一个文风空间，就以美浓对传统上对于所谓传统文风的重视，用文房四宝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塑造了一个整体聚落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而且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一种自然生成的都市规划。头摆讲喺美浓庄嘅美浓，200-300年前係用种种做都市嘅中心点，原来路巷和留等开装嘅日式草伙房，早前係面对河坝派顶山，向东行到面，背到上庄嘅东门樓，行到西片係下莊嘅建士亭。幾廿百年下來，也特別一出係美濃前老年所在。中庄嘅提案嘅美濃也算是一個美濃的一個經濟，個一個行政中心。長期以來就我哋講美濃講解放，其實都應該講都工業部分。它以對我哋美濃人來講，它是一個政治經濟同商業嘅一個中心。種種嘅計劃包括係2棟歷史建築嘅整理修復，啊個1棟新嘅教育語文館嘅圖書館再來就係工廠嘅整理，也3個部分也通過嘅過程可以有1年4年左右，按算到1年4年2年咧全部會完工。所講嘅行政中心，講嘅係一下美濃故事館，要做 Q 嘅美濃鎮公所同分駐所。蔡天人認為，
马特分驻所对种种摘错高层的意义是，闽农系保留区的插体相对新的，来表示对历史文化尊重。如果说我哋感觉，跟功夫以后也种相对来讲，过时呢也种RC专造的那个派出所把它拆掉，好，那要恢复旧的，所谓更旧的是日据时期的亚东日式派出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教育。就说勾音也一般，你就是拆旧的留下新的，可是，在美浓是拆相对新的留下旧的。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竹别讲泥墙，里面的最主要是把现在以前的钢筋的成分改为竹子，也就是说以前是用竹子来作为一个结构行为。老屋嘅假建筑主要上面结构係用三角泥，各體嘅三角泥加上係菜體用麥秸，主用麥秸，地部嘅成分大概由菜體嘅泥肉。禾稈、蔬菜也係逐一道來做基礎，然後再推成沙塊來保護規則上面，好看早爽又唔會粗。味道正好嘅兩棟歷史建築，因錯上將內外上嘅成分送以原口態做檢驗分析，所有嘅塑料重新一隻一隻編好。因為這邊可能早期取得的材料是扶桑、柳啊那一類，所以它就是外牆的結構就是用木骨來做外牆。這個是內牆，所以裡面的成分是不一樣。這個是竹子嘛，這個是木條。闽農分駐所喺日本人同民國17年起嘅，不過每年係要爛到差唔多嘅。故所我爭一條路嘅，實際講冇按改，佢係用布條色來分出有馬毛共樣。比如講黃色係愛爭嘅，紅色係規條嘅問題咧。你記得，你兩張啊？日本書嘅材料要加時代性，工人當認真土分類，還用得咧盡量冇用配種來汰，土分類過程前到原來工法，較接近嘅材料去重建原本歷史樣嘅，長做隻長期長到像原樣。因為我們要修復，所以說我們調查部分還蠻重要，就是說它以前的材種的判別，或者說它建築的形式，然後我們去做跟建築師做最後的確認。然後形式上，我們讓它重顯那個河陽折中的那個它最漂亮的部分。人迄個宿舍在後背，看摩擦嘅汗水，路特別係迄個那個日本時代嘅宿舍在後背。看得到清江嘅部分，清歡喜嘅最經研究3世休庭房。這樣是實同日本社分駐所地位出全國警察咧，和傳嘅搶存到記憶咧。去到上外，看到馬特較新嘅分駐所，當到頭擺事情一樣想起來。佢清記得咧係，這樣是老蔣總統十幾廿擺冇講明，做了順面咯。警察咩看到佢爭地買年來嘅。呢個時代啊，出人哋唔知，聽我打來，要衝一個人我來，阿姨冇講明我來。嗰個係都動出的，出版啊，睇個草多嘅，啊個係種加上種，對啊，行一批。韓式我記得後面很漂亮啊，不給人家進去了。有蓮虎樹啦、番筍樹、牛娘樹，我韓式為條街啦，即係為咗警察另外也分出到地背來啊，韓式嘅為嘅條街蓮虎啊，拍蓮虎相當好食啦，唔過。個見下刀槍嘅樣喎。這樣是日本人同台灣去干涉嘅建築，就地方嘅重要性，又冇強要干涉建築嘅等級，也被高度非地區和留到嘅高等幹干涉，同闽南區分駐所其實清基層嘅叛逆干涉，地方對小鎮舊時代樣嘅知道以後，如果對分駐所順頭嘅闽南故事講而拆劈，先講頭度殺知道打傷。種種當天李總講，因為現實下邊冇結構做乜睇嚟咯。18年有8年講嘅保留啊，按人製作按樣嚟處理，按樣嚟推進，一般的居民也沒有很強烈的反應啦。就是說，以前縣政府的時候，縣政府拉皮啊，都做啊，和整理啊，都1、2千萬，攏係錢啊，錢攏係嚟打傷係嚟啦。俺哋派出所
没讲变成个历史的问题，嘛800多年的历史啊，日本时代时间的，那么按地方可以修缮保养，俺们那建筑要做唔对不？年纪还比俺那片国泰人得呢，年比俺那国泰呢，恁可以长得俺那就长唔得咯。喺讲种种喺闽南嘅核心，闽南故事馆做核心嘅核心。高雄市区镇公所因为使用年限多嘅古所青岛也区公所所在地新起嘅行政中心，也喺闽南故事馆变做商业用地，本单想要买地来做新起屋嘅经费，没想到卖唔出去，张开始闽南嘅社团家用，太体先整理地包嘅空间，前镇长罗建德因为同行政院客委会争取1400万元，对地包到外表全面装修，变做嘅一下用嘅。高雄市政府每次评估留作闽南图书馆，不过知道空间老结构就唔合乎需求，还连高雄市嘅建筑都签唔到嘅。我哋其實冇希望嗬去拆嘅故事館，當時協調嘅時間嗬，有故事館就係本圖書館來用，嚇啊，所以呢也協調好，也安尼挺安嘅，嚇啊圖書館呢，圖書館都按入來啊，愛整理愛 Q 嘅嚇故事館啊，嚇入來愛像結構技術入來，讓第一個也都冇建築、冇施造，嚇冇一般公共嘅建築應該要有嘅設備。大概喊那个闽南镇最好提标，俺的罗镇长，也就是一申请到一些客委会，争取到1-2千万过来整修那个故事馆。当初嘛，伊讲个那个喊那结构体没有问题，那么个投资下来做呢，整修那个变成一个故事馆样的。啊，以后讲那既然讲嘛有建筑有嘛问题，佢啊本幾多年反映啦。一拆一叫拆人哋唔抵啦，哦，而家唔敢講幫腳呢條問題啦。而家我相信政府也個聰明，將人哋搞空整，哦，啊其實人哋係小蝦米啦，基於呢種嘅一來政府，一來唔讓政府啦。我個希望呢，就來判公堂醫，判公堂問他了解，民眾證明了解，就人哋就唔會乜咯空整啦，哦，主要對人民眾好，因為冇咯。關於當代歷史建築，味道夾夾真好，加上迄套深度高雄市建築，也直接簽下8000起漲。重點係政府嘅態度係拆，也保留咯。高雄市縣市態前保留下來，也係行項目。民農區公所問問過，係唔係做定保核故事館？唔過軌道係使到其他比所，評估嘅結果最尾係認為冇可能。喺位於嗰個嘢當然做得啦，啊唔過一個規空間嘅公共空間。佢啊，當細時候去想無奈何去啊，因為佢為難啦嚇，所以講呀，語言上長嘅部分都講一樣嘅自殺，一樣嘅對一個人哋民農最有幫助。照高雄市政府嘅規劃，係講民農故事館留下來，聽說會當到整修過後嘅日本式分駐所，拆拆過後對路後，真看得到講嘅東洋建築。韓國同都市化嘅過程，民農同市中心咪需要一座廣場，提供民眾來留了。其實廣場係一個市民社會嗬，青春要以形成意見嘅所在，所以我哋喺度上問講，甲故事館係咪可以拆開？甲安尼吼安尼，啲兩棟歷史建築，係最重要嘅道路口，一看都看得到。那故事館已經，我哋全部看到有啲名人館嘛，佢全部。就在來看，唔係過去啊！要成立一個真正代表民農地方嘅東西啊！啊，唔可以見偏偏咧，本來用咗好啊，本來我睇下你無法動中心嘛，就有個睇到本來用唔係都過好嚇。按多年來，民農當會發展觀光休閒農業，除咗依座客家文物館之外，需要行較多嘅公共空間。故事館愛拆也係留下來，影響嘅民農中心持續嘅發展。蔡天人希望做得留下來。尊重認識民農嘅文化從後，政府社會社係當真留下來，要用得到結構嘅咯。迄假使講愛做到用得，伊起碼要花2000萬，吼，啊伊還做社會啊吼，啊錢對內來，吼，也醫生對內來，啊賬號以後係咩還可以用啊研究，也會給個大門吼。它拆了以後，對整個中端空間的發展，能不能帶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就是空間解放的效果？都不按誰啦。好，就是交通不會那麼擁擠，商業活動不會那麼擁塞的情況之下，它會不會帶來一個疏散的效果，讓整個中端的
空间发展可以更好，好，或者是说它对整体的历史景观，因为拆掉以后怎么重新设计的话，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历史地景。那我觉得这部分也应该讲清楚。那讲清楚，我们才来谈说，那是不是应该把它拆掉？闽农故事讲，产业留下来，唔係是非题。套都市化高層，確實要有規劃，咩天窗要提升體咧。出定明年下係，自古以來有一道歷史建築，也係古蹟，都係同政府冇看準嘅情形下消失咧。頭擺事態前政府理由，也做馬無謂咯。係講也擘睇咧決定係錯嘅，這樣是要何必浪費納稅人幾千萬元嘅血汗錢咯？